點靚？今個星期馬拉松圈爆炸啦，因為有人類咧喺正式嘅比賽入邊係破2啊，42.195公里入邊，人類終於突破咗2小時，係1小時59分30秒，跑出呢個紀錄嘅。我哋馬拉圈嘅人咧，全部都好興奮。對於我自己感覺係點樣呢？其實我都啱啱接觸咗馬拉松，其實前後2個月到啦，2年多啲啦嗬。但係對於人體極限嚟講呢，好似我初中一樣，我當初跑步健身，為咗令我自己身體更加好啲，然之後可以戒煙。但係當我真係愛上咗長跑呢個運動之後呢，我係開始嘗試自己各種嘅極限。而今次呢位馬拉松選手應該係叫做薩維係嘛？羅薩嘅薩滿嘅薩，維京嘅維，薩維呢位跑者呢超勁，佢跑出咗人類嘅極限，目前嘅極限可以突破2小時啦，真係令人好興奮。而且今次倫敦馬拉松仲有另外2位跑者係第2名嘅跑手，佢係第一次跑馬拉松嘅情況下，亦都破咗前世界紀錄，係非常之不可思議嘅事。因為冇跑過馬拉松嘅人係唔清楚42.195公里呢個長距離對於人體極限究竟係有幾大嘅挑戰。如果係有經常跑馬拉松或者習慣長跑人，亦都非常之震撼咁樣覺得，第一次清楚係第一次正式參加馬拉松比賽，就已經可以破咗馬拉松上面嘅紀錄，係幾咁困難嘅一件事。而今次第三個驚喜係話，今次倫敦馬拉松呢個比賽前3名嘅跑者，即係第1名、第2名、第3名，呢3位跑者都同時破咗前世界紀錄。可想而知，我哋人類嘅極限喺我而家嘅認知入邊係真係無限可能嘅，係有無限可能嘅。只要我哋可以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方向，我哋用嘗試或者係尋求未知嘅一種態度去繼續摸索，我相信呢個極限目前可能好難破，但係唔代表我哋未來或者係有更加厲害嘅人可以將呢個極限再往後推，再極限啲都得。我相信呢樣嘢。咁所以我都稍微蹭一蹭今次嘅熱度啦，但係亦都講出咗我自己嘅睇法。咁當然呢個馬拉松比賽係喺周6好似係星期6日比嘅，因為我暫時就未開始跑馬拉松，但我有關注相關消息。但係我一種態度就係話，我先等消息先飄一2日先。我想就係話將呢啲相關嘅消息咧確認晒，冇乜錯誤啦，我就去再同大家溝通呢樣嘢。因為我睇過一啲畫面就係話，當呢個薩維呢位跑者衝線嗰一刻，佢背後嘅計時器上面係1小時59分41秒，但係最終官方出嚟嘅成績係1小時59分30秒。呢個係存在一啲差異性，所以咧，官方亦都相關嘅修正完之後，俾出一個最終嘅一個成績嘅。其實點講咧？對於我嚟講係一種鼓勵，係一種激動嘅心情啦，亦都係鼓勵我喺康復期間繼續去努力，將我身體協調性機能調整翻呢個比較好啲嘅狀態咧。我唔要求去到競技水平，因為我都40幾啦。你話去
去通一個巔峰嘅體能係真係冇可能嘅。希望恢復翻一個正常嘅水平，我就我覺得就 OK 噶啦。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中意嘅運動，動起身，唔好猶豫。諗到嗰樣你中意運動就去做，哪怕一開始好艱難，好似我一開始跑步，我最多可以跑到10分鐘，我就真係跑唔落去啦。但係當你每一次又一次從氣餒同你嘅挫折當中站起身，從頭嚟過嘅時候，我相信天父俾我哋嘅身體係會隨住我哋呢種堅持，慢慢咁樣強壯翻起身。好啦，咁今日咧就先傾到咁多，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堅持你哋嘅愛好。恭喜呢位跑者，同埋恭喜今次倫敦馬拉松嘅頭3名嘅跑者，佢哋全部都破晒紀錄，太勁啦！好啦，拜拜。